关心健康问题，这个面脑热文会互人真懊恼。也不过热文唔那代表年岁尔，其实嘛反映你的健康状况。这澳洲心脏学会提醒讲，若是讲你额头有这个热文较济较深者，代表讲你心脏血管疾病致命几率恐惊悬出10倍。对了，这款的讲法，国内心脏科医师嘛认为讲，确实有心脏血管疾病的人，血路循环会较歹，意思讲皮肤看起来会较乌。 这是充满智慧的额头纹，还是目头角角是伫咧思考人生出现的传奇纹？人老年会面对出现了纹，若这一瞬搁一瞬的了纹，恐惊会当互人知影你的身体状况。根据欧洲心脏病学会发表的一篇研究，额头有真侪了纹的人，而且超过因血素爱物数量，都可能有心血管的疾病。慢性病的族群，或是有血管性 疾病的这个族群，的确在看到皱纹会比一般人更多。有些小循环会发生问题，大血管也容易产生狭窄。这时候你的循环变得不好，变得不好的话，你的皮肤就不会有光泽，胶原蛋白的制造受到影响，你就 开始产生皱纹。这份研究分析3200大人，追踪20年，发现额头了纹深的人，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悬10倍。事实上，若额头纹，医师提醒有心血管慢性病患者，嘴巴了纹或者是规个面了纹的数量，拢是观察的重点。而且无分查甫查某，另外骹手较冷底的人，血路循环嘛拢要注意。你的血管万一堵在你的末梢，你的末梢手足就会冰冷；堵在你的心脏，心脏循环不好，心脏就有缺氧的症状，就有胸闷、胸痛、喘、呼吸困难、心悸等等。如果堵在脑，就会脑部的循环不好，就会容易头晕。 心脏好歹嘛无定着爱为外表来判断，嘛无代表较快老的人就一定有心血管病。想要知影家己的身体敢无健康，去病院的医生检查，得当知影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